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罗清天今日亲身公布个案人事，判明按做总统府秘书长，由林佳龙做外交部长，也拿郭立雄是做国防部长。花莲秀林乡的阿尼新城山控区山脚进前发办过，4月初3大地震了后，办过较严重，居民也烦恼讲这大雨一日来会造成水崩山。伫美国变装环球节目，头一位亚洲人是咱台湾的尼菲亚，摕到第16位冠军，力撼文化部去到巴黎的文化奥运和世界交流。花莲秀林乡的阿尼新城山控区，这山脚伫咧2019年大地震就捌崩过。4月初3大地震了后，是崩过较严重。居民即马也伫咧烦恼讲，若准大雨一日来，会造成水崩山冲向部落。阿尼是讲，因会赶紧来处理。另外，要去到大坝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昨夜因为落大雨，有一寡所在崩起，早起有清出一条小路啊，要上山民众爱特别细致。清水的山坪中留一撮土石崩塌的云。花莲秀林乡富社村的阿尼新城山控区，初3因为强烈地震出现大面积崩塌，23过2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了后，佫有大水雨，佫加后续有黄霜雨季，互住伫控区下骹居民烦恼土石会影响部落。梅雨季节快到了，04、03的影响，地震的影响之下，如果开始100多公吨或是200多公吨的石头掉下来的话，我想一定是跳跃式的，一定会掉到哪里去，我们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样看，10是比我们这边还要更接近，还更危险呐。石头一直放落来，引起安全的疑虑。25透早，部落居民伫阿尼人员的陪伴，准备去部落顶悬的矿区确认采访。阿尼人员带居民去矿区确认土石放落来离部落偌远，目前无立刻的危险。听候地震告一段落了后，阿尼承诺要分组登记甲登记，进行开采整地计划。采矿的方式是阶段式的，采完然后是内凹的地形，这样去开采，就是让这个内凹还可以当一个缓冲空间，不管是下大雨或者是落石，这内凹的地形会更安全。大水雨毋若雨，强烈地震了后，花莲山区土石崩塌，通往大坝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5.2公里的所在，3月早发生大面积崩塌，前日间又搁崩落来，致使车无法度通过。经过工作站人员赶工清理，早起已经清出会当行的细条路。所管处嘛提醒山友爱小心通行。记者综合报道。伫4月23半暝有2尊的地磅尾，从药甲起起富凯饭店对昨暗开始拆，所以因为这内面的钢筋伤过济啊，也甲这拆出大型机械油管挂断，也拢先停工维修。外界也伫咧风声讲，这富凯饭店开始拆了后，一直起，技术工会表示讲，也佫是伫咧会当控制范围内。机构第一日时，有关一直运作，长长的手骨直接伸到高楼层，慢慢结断建物。即摆用 V 字形拆法为一平行切入，按过动作特别谨慎，完全唔敢上紧。高空作业嘛，要尽量要小块一点，落过来较袂后袂飞。司机爱亲像前日案共款伫地面前，离操作蝴蝶箭真远，要安怎避开目睭就的钢筋，也是一大考验。25早起，钢筋将蝴蝶箭的油管抽断去，留8外公升的乌油，让人停工换工，按过甲钢筋比起来，司机讲，佫较惊大地震。怕大地震而已。那万一大地震，你怎么反应得及？手赶快移开啊！它不会马上下来啦。所以你会先救手，不要让它被压到这样子。拆除难免影响附近的厝，有居民认为防护措施做得袂歹，不过也是有人质疑，架一条街油棒根本无防护。我们也会加强那个做防护，那也会提醒司机在拆除的时候，现在小心往前，这样土堆滑落。风声覆盖开始听了后，从4.7公分，专家指出现场有经飞机，也有自动监测仪器，将下建筑物重心无改变。其实都是很微小的，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另外一栋统粹大楼25早起继续伫顿河增加关注，官府表示应该会伫拜六以后拆掉。记者综合报道。事实上，台湾这几天一直拢有地震，透早伫花莲又有连续有2届，规模拢有5以上。气象署也讲，这2届地震拢毋是4月初3的地震尾。地区又搁翻新，
台湾东部海峡翻点过2点11分，发生规模5.6个地震，上大的震度伫花莲县盐寮、南投县合欢山3级。所来无到1分钟，同一个所在佫发生规模5.5个地震，地震的深度是24.1公里。地震中心伫咧花莲县政府东边24.1公里的所在。全台湾的震度是1级至2级。特别注意的是，气象署强调讲，这2个地震甲4月初3的地震是无关系，是独立的事件。0403跟0425就是凌晨那2个5.5跟5.6，它的震源机制是不一样。所谓震源机制，就是地震发生它的错动形式。0403的结果是一个逆断层，上盘相对下盘是往上挤的。0425就凌晨2点的那2个，在那个地区是一个拉伸，就是两边拉开来，所以东西是掉下去的，所以是一个正断层的形式。地震测报中心表示，这几届地震的地震中心伫南澳海盆。南部海盆是菲律宾海板块向下骹微落后啊大陆板块下骹形成的海盆，所以称在有地动地发生。有学者分析，这2个地动是属于稳不大的地动，也就是后下板块甲菲律宾板块互相比落的时阵，伫深度20至30公里的所在，称在会有地动。4月初3甲4月至3的地动所在是无同款的。震源的位置不一样，另外一个是深度，它也不是很深，但是它就是位在2个板块互相隐没的那个界面上的地震。5.6的话，相当于0.125颗规模0.62的那个地震的能量。规模5.5的话，大概就是0.088颗，所以合起来大概总共就是0.2颗的那个能量的释放。若是安怎，即届翻点过南澳这2个地动，会互北部的民众感受真明显。但文山讲，因为台北市盆地有放大的效应，所以感受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未来总统赖清德今仔是搁再公布国安人事，由潘bình安来做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做国安会秘书长，林佳龙是做外交部长，顾立雄做国防部长，另外郑文灿是做海基会董事长。我们是不是一起比赛好吗？新政府的国安团队受到大家的关注。朱总统赖清德25亲身公布8个国安人事，伊讲这拢是一时之选，有下领域的专业甲经验。包括前屏东县长潘bình安接总统府秘书长，外交部长吴钊燮转任国安会秘书长，林佳龙接外交部长。文任国防部长嘛确定啊，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来做。国安局长蔡明元留任，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邱水正接陆委会主委，郑文灿接海基会董事长，严立发接退辅会。现在的国防部长跟过往只专注在国防事务是不一样的。那顾立雄他具备的这多方面的长才，所以由他来担任国防部部长，我相信现阶段来看是不二的人选。国安团队徛几排，未少沿用蔡总统的人马，顾立雄接国防部长的重担，外界放大检视文人部长的身份。赖清德强调讲，国防部长牵涉国防、外交、社会沟通，顾立雄是适合的人选。文人部长嘛真接快，针对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路警示，中国2017年会有拍台湾的能力，顾立雄定下目标，参与印太区域协同性合作，和中国发动攻击的时间继续延后。大家都希望遏制中国可能的冒进，我们是其中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实力跟决心参与这样的协同性的架构。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外交，还有产业日不落国的经贸外交。林佳龙表示，台湾外交的路线会走向以民主为基础的价值外交，产业日不落国的经贸外交。针对两岸情势紧张，郑文灿讲，两岸关系是民主和平重要的元素。赖清德阁甲中国发声，爱有自信面对台湾人民，托付民选合法的政府，这是两岸交流的正道。只是跟在野设定前提之下的交流，这不会得到人民的信赖跟支持。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5字控了后，邀请赖清德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赖清德强调讲，只要立法院邀请，符合宪法、法律安排，一定袂走险，会去参加。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访问中国，今仔日伫咧上海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见面，也和商界学生对谈。布林肯表示，美国中国有基不管控两边关系，找找合作。学者也分析讲，这赖清德伫5字控特别上任，会影响到两岸局势。美国透过这布林肯去拜访中国，也传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外，甚至是呼吁中国要爱站站。
双方一起挨查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3天，如果甲上海市委书记陈建仁见面，布林肯讲到美中义务管控上面关系。陈建仁回应，今年是美中建交45周年，是世上上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始终一直正顺利。中美选择合作，或者是对抗关系人类的未来。I think the direction from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was to continue to build thos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sustain them, and again, to deal directly with our differences as we also seek to build cooperation. 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月初通会，互紧张的美中关系转好。布林肯中国行告别解读，负责稳定美中关系。除了见上海商界甲学生日后要去北京，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佮风声可能甲习近平见面。布林肯强调，即摆协助毒品芬太尼缓和甲解决美中危机。中国加大了台立头，新冠区域紧张局势外界分析，布林肯即摆去中国会传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拜登签署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包含军援台湾，展现美国落实对台安全承诺。外交部感谢美国立法及行政部门再次以具体行动展现对提升台美安全合作及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美国原来甲中国寻求合作，暗过也继续协助台湾强化国防实力，或者分析关键伫台海军力当头轻。布林肯重点是在台海，就是要大陆要自我节制啊。美国期待透过跟台湾的这种军事安全上的合作关系，能够提升台湾的在总体的自我防卫能力。所以这个部分一直是美国的既定政策。罗清德五日控就任，牵动两化局势。学者指出，美国透过布林肯呼吁中国自我战责，中国深陷内部经济问题，应该被采取高度较大手段。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汉光40号实兵演习7月2日到2日举行，不过海军陆战队陆续释放投诉，官因要求官兵在6月中过后1个月内袂当出国，并应过演习进前2礼拜袂当出国的时间，加2礼拜出来引起因的反弹。海军陆战队是回应讲，这是要提醒官兵着要注意出国的日期，造成误解，因会加强沟通。官兵伫作战的威风的部署，无语敌军已经登陆成功这片第2线的防御。对方一挖过来，使用陆火箭弹反击，配合战车做长短距离的攻击，消灭敌军。这是去年汉光39号实兵演习的画面。今年汉光40号实兵演习，按算7月后半个月开始，所有官兵控诉海军陆战队陆队忽然间顶礼拜公告因应演习，官兵对6月下旬开始1个月袂当出国。演习毕竟还是在7月底。然后就觉得他们旅游这个奇怪的规定，就是会涉及到说很多人都会有赔钱的问题，因为跟你旅社签约最高要赔5%，如果去的比较早，不到30天，可能要赔到10%。投诉的民众讲，照往例，通常伫演习进前半个月，官兵的自律袂出国。今年忽然间甲禁止出国的时间又长到1个月，因为职业军人出国本地都要提早报备，佫会附相关资料，这么禁令落来无法度出国，恐惊怪赔旅行社违约金。最主要就是考量实兵演习的期间一些任务还有战备运用的一个需求就是没有做好沟通嘛。尽早告诉这些官兵弟兄好让大家有好好的排程，我认为这才是务本之道，而不要仓促的去说明，仓促的去禁止，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些反效果。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回应讲，陆里的信息主要是提醒官兵要注意出国的日期，但是因为考虑无够周全，造成误解，已经要求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方面接近高雄市透风路，好白树是风台天同款，造成这路德公山一寡所在有3000多户失电，嘉定区也有这个路牌树啊，互风扇倒，加在是无人受伤。这风雨上介大时阵，拄好是早起上班时间，市区也拢伫咧塞车。气象署表示，讲这方面接近天气真无稳定，各地头拢会落雨，也若西半部就要注意阵雨或者是雷公雨。高雄嘉定区的居民感受真深，第17线有路树路牌扣风吹倒，好佳在无人员伤亡。透早6点外，高雄雄单位讲落大雨，国道的能见度嘛变差，各以上北的路段一寡车拢是黄灯减速。公山区介绍路桥往西方向，有机车的车道因为积水，奥多麦刷熄火。是蛮突然的，就突然就是狂风暴雨突然下过来这样。那有影响到你们吗？有啊，就是裤子都湿掉了。
高雄市区嘛大塞车，甚至有市民伫大楼水沟边发现涂鸦。即阵雨输伫高雄路德、公山、乌来这所在停电3266户，中大路拢复电。陆续造成路竹、湖内等地区出现停电的事故，总计停电3266户。事故主因包括雷击造成架空线路的断线、树竹碰触等。从今天清晨到上午，还是有一些云系从华南一路到台湾哦。那其中这些比较蓝色、紫色的一个位置呢，大概就是比较强对流发生的一个区域哦。所以今天在南部地区有比较明显短延时强降雨已经发生了。气象署表示，如果有另外一道锋面瓦近，天气也是无稳定，各地较有落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西半部出现阵雨甲雷雨的机会大，而且有局部性大雨的机会。较低所在爱注意积水的现象。不过，这个锋面瓦近嘛，互水库有积水大。水利署统计，最近3天全台湾的水库已经增加4114万吨水，其中以中部上济，过来是北部、南部累积是45万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最近有2间讲是高级的烘肉店所互检举，讲因店家使用过期的肉品。台中检方检调呢，含这食安处长有去抄，伫台中西区的牛地和牛烧肉互查到，16项过期牛肉，直接罚192万，下令停业。检方问话了后，限这2间业者顶5个人交保候团。店门头前挂红色的挂灯，透明的橱窗内，阁会当看到顶级的肉品在电视。门口虽然挂准备中的牌仔，但看起来无在做生意。台中市西区的基地和牛烘肉，有民众甲食安处检举，讲使用过期的肉品，互消费者真意外。吃这种的，搞不好你2分熟、3分熟，你都敢吃啊？对啊。结果吃到过期。对啊，这样子很恐怖啊！之前台中西屯区的和牛 Emperor 顶级烘肉店，互员工检举讲使用过期的食材，互卫生局重罚144万，要求随停业。这么个传出同款的食安问题，检调和台中市卫生局2时对2间业者发动敲催，基地和牛烘肉互查到16项过期的牛肉，直接罚192万，要求随停业。那我们卫生单位呢，在现场确实是有发现了16项逾期的牛肉，罚款的金额总计192万。检方传讯2间业者拢总8个人到案，先后甲和牛 Emperor 日本籍被告3个人，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的罪嫌。交保候团嘛限制出境出海，基地和牛烘肉涉上被告等2人，照涉犯刑法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伪造文书，换交保。任该和牛烧肉店之日籍被告版本、久保、3天等人涉嫌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等罪嫌重大。另名烧肉店之负责人宋姓被告及其肉品商业务蔡姓被告，则系涉犯刑法之贩卖妨害卫生物品、加重诈欺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台中市政府表示讲，最近食安的查察，检举者这都是发挥功能，2件和牛案拢有人检举，基地和牛烘肉的检举者会当得到实收罚金的一半，96万做奖励。市府嘛宣布讲，即马开始会启动日本和牛专案稽查，业者的数量搁在统计，要来严控一直在烧的食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中市呢，有一个读国小4年的囡仔，伊19下晡放学登去半路一个登去厝里的半中途，有捡到一个皮包啊。这皮包内面竟然有现金20多万，落尾是和伊的妈妈提去派出所报案。半点钟后，这皮包啊落去的民众呢，也打电话去派出所问，加在是去互一对好心的母仔囝捡到。查甫人到警局向员警隧道声，原本就是家己辛苦钱全乌有去，暗过员警来讲，内底钱一张拢无少，好弟弟伊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放落来。前面自己的，对，前面是自己的钱，我兄弟们混在一起了。捡到查甫人钱包啊，就是这小学4年的姓宋的学生囡仔，伊伫妈妈陪伴之下到派出所报案。代志发生伫19下晡，伊伫转去的途中捡到一个皮包啊，内底装现金20多万。因为钱真济，想到失主可能真着急四界咧找找，所以甲妈妈斗阵上到派出所，请警方找找失主。警方与其逐一比对，确认该包包遗失的地址、日期及金额等资讯后，确认赵男是失主。
警方中监视器找人，碰见前洗掉10个人，也去派出所问，环境比对细节，确认伊就是碰见前的人。原来这钱是伊伫加油站工作，赚的辛苦钱，好佳在学生囡仔斗3工送去派出所。是优良品德教育的典范，代表家庭与学校教育成功，已经请学校予以公开表扬。如果公告6个月还是没有人招领，那这个遗失物呢就归拾得人所有。那如果在6个月内呢有人来招领了，那拾得人可以向失主呢请求相当于这个遗失物价额的1/10的报酬。律师表示，捡到碰见物件要送去警察机关，啊若无就会触犯刑法的侵占遗失物罪。公告就领的6个月内，若失主来认领，依法捡到人影响碰见人请求遗失物价值的1/10。查某的家属也透过学校表示，这是应该做的，并无要求报酬的拍算。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的大学生停巴黎斯坦的示威行动到今也未收煞，甚至有传出讲学生被警方带走的代志。美国众议院议长江森进前就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要求校长就要为着这混乱的场面落台负责。不过议长却是有讲到要让国民兵入去校园，这款的言论搁再引起学生的反弹。提军的警力进入大学校园，将这带走咧示威的学生，叫鸣声甲杀来杀去，现场一片混乱。为顶礼拜5，全美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示威规模继续扩大。为淡化哥伦比亚大学等真侪有名的学校，有抗议学生被警方掠去。西方南加州大学甲南部的德州大学支持也爆发警民冲突。Being the aggressor against its students, against its student body, who were protesting completely peacefully. 亚巴大声示威，以色列为反击哈马斯伫加沙用军事行动致使人道危机。美国大学生要求学校撤出以色列企业，各大爆棚占领校园，施压学校回应诉求。不过，美国众议院长强生进前会见各大犹太学生，不过伊言论所予学生的怒火搁较猛。If this is not contained quickly, and if these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are not stopped,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the National Guard. 暗示武装国民兵可能进入校园，因讲是咧呛声示威学生。各大是美国对医保问题争论上激烈大学之一，亲巴甲亲喜团体对抗严重。强生就要求各大校长沙菲克落台，对混乱局面负责任。不过学生却无要参与。He really suck. Yeah, he shouldn't definitely come here. We don't want some people that really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and then come here to intervene. 在欧洲特别教会的欧洲歌唱大赛，有亲巴勒斯坦团体按算在庭外抗议，因为这一届有以色列人参加比赛，而且活动举办多次大批少穆斯林。主办国随便要提悬为安全节，防止爆发冲突。公司新闻有眼评价。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最近因为因看守戈麦斯的贪污案件等咧互调查。桑切斯伫社群平台否认所有指控，强调是去互保守派和极右派攻击抹黑的。伊也伫咧二时表示会暂停攻击，太太也会配合司法调查。29也要来宣布，敢是要继续做总理。西班牙马德里地区高等法院2时发表声明，讲有法官有接到叫做清崎的手的组织投诉，已经正式对总理桑切斯的家后戈麦斯涉嫌以权无私甲贪腐行为展开调查。虽然法院无具体讲出戈麦斯详细违法的内容，不过根据西班牙网站的报道，戈麦斯无任何公职，却以总理夫人的权势，甲真侪间企业关系密切，协助得到政府赞助金甲合约。另外，戈麦斯佫涉嫌伫疫情期间2届甲西班牙全球旅游集团所属的欧罗巴航空执行长见面。到尾欧罗巴航空有顺利得到政府4.75亿的欧元纾困金。面对法院的调查，桑切斯2时是表示会暂停履行公职，家后原来会全力配合，伊相信西班牙的司法公正。Buenos días, señor presidente. La pregunta de hoy es sencilla. ¿Cree usted en la justicia?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señora presidenta. Pues fíjese, voy a ser muy escueto. En un día como hoy, y después de las noticias que he conocido, a pesar de todo, sigo creyendo en la justicia.
桑切斯伫社群平台写3段篇文章，否认所有指控，强调这是保守派甲自由派政敌发起的无根据、抹黑也甲欺负，想要透过攻击伊的家后，致使伊的政治生涯崩盘。桑切斯会伫4月29正式宣布，是毋是会继续担任总理的职务。公司新闻星路回编译。来看美国医学界又有好消息传出来，第一位用低压腰子医术的患者，手术了后的第10天会当用4脚拐仔行路，病人恢复状况是真好。这代表讲，这动物器官移植到咱人的身躯顶，又搁有成功案例，这技术也搁较进步啊。走远去，大伙按卡慢慢向前，踏出这几步，对54岁美国重症病患皮萨诺来讲，敢若亲像面盲共款。皮萨诺才拄做完低腰子的移植手术，伫这进前，伊感觉家己人生已经差不多啊。I said yes because I didn't have any other options. 皮萨诺得到心脏甲腰子疾病，病况严重，甲无法度接受传统的医学手术。无偌久前，医疗团队问伊是毋是要试实验性的疗法，装心脏碰谱，也佫有医学基因改造低的新腰子。手术是无保证成功，也毋过无定着会当带来一寡希望。So I just took a chance, and worst case scenario, if it didn't work for me, it might have worked for someone else, and it could have helped the next person or the next person. It's like being in a maze and you can't find a way out. And we found a way through that maze, which was to use an organ that we could immediately get from a pig to get her off dialysis and then make her a candidate for a heart pump in a timely fashion where she could survive it. 顶个月，皮萨诺完成手术，是全美国第2个接受低腰子移植的患者。互人欢喜的是，伊手术了后，复原状况良好，10天后已经会当站起来，搁用助行器行路。这对医界来讲意义重大，因为显示用动物器官移植到咱人的身躯，搁进一大步。若是有新的人生的皮萨诺出院了后，上想要做的就是好好陪伴厝内亲爱的家人。I want to spend time with my grandkids, do stuff with them. Run around with a dog.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台股今日开价走价，落尾收跌19857点，落274点。那讲到这台积电收跌766.67块。台经院分析讲，未来佫会这出现伫股市的观点，未变做是水泡。另外，台经院也甲这国内经济成长率调悬到3.29%，不过这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超过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美国指数24收红，煞无刺激台股崛起。25台股盘中捌跌超过200点，佫失去2万点的宝座。当然，电子股台积电同款表现无好，盘中捌跌超过10块以上。台指期呢，在外资呢是加码了空单，所以呢，这个收盘的时候呢是重挫了200点。今天凌晨哈，这个像是 IBM 啊，还有这个 Meta。他们公布了财报以后呢，因为财报的这个不如预期，所以呢，造成他们的这个股价的电子盘的股价呢出现了重挫的走势，所以也拖累了今天我们的高科技股就是电子股的走势。台经院分析讲，针对最近台湾股市的起落，以及佫会出现股市的高点，不过未到衰退变坡的程度。台经院也公布讲，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的模式会呈现内外拢温和，全年经济成长率会扭悬到3.29%。不过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冲破2%的通膨警戒线。也拿台积电10倍发说会显示，目前车用市场智慧型手机等等的出货量犹原无到预期。后所的卡波犹原真慢。AI PC 或者是在 AI 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其实在今年的全球的这个出货量的渗透率还是都是在这个20% 以下。所以预计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终端应用市场，它的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提升，大概要到2025、2026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台经院表示，对目前预测来看，台湾今年经济成长按算是表现袂歹，犹原爱涉及央行货币政策转折点、中国需求无振作、中东地缘政治三大变数。尤其是万一中东的战事搁发生，恐惊会对台湾引起另外一波输入性的通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这大学的毕业生平均薪水台中市是36113块，是6都内面上介低。有学者认为，讲是因为这台中市传统产业较济，建议会当推动这智能化产业转型，员工的薪水自然就会当提升。这劳工局也讲呢，会协助这产业结构升级或者是转型，也举办校园找人才活动。课堂详细听课，学生5万毕业了后，会当找到一个好头路。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台中大专毕业生平均薪水伫6都上尾名，伫校园引起讨论。有人也看好台中的发展，愿意毕业了后在地就业，不过嘛有可能会去机会较侪北部发展。觉得算是它正在一个开发阶段吧，就像是有很多的重划区，对，然后我觉得它未来的潜力应该会蛮大的。北部发展一定会就是消费会比较高嘛，对我就觉得说看个人啊。所以你也不排斥就对。不排斥啊。劳动部薪水行情甲大专生就业导向资料显示，2022年台中市大专拄毕业的少年人平均薪水是36113块，是6都上差的。领上低级数的薪水人数占比达到34.3%，是6都上济。学者认为，数据表现出台中市传统产业较济的特性，建议政府民间共同推操智能化产业转型，员工薪水自然就会提高。随着这个智能化的加值，这个越来越多中部的企业，因为它走向智能化，这些传产的企业就会价值创造力高，那他们的这个员工福利自然会好。市府跨局处合作，协助产业结构升级或转型，例如劳工局与经发局合作，协助大型企业高薪职缺办理专案征才，并前进校园办理职场导航与校园征才，为青年媒合高薪职缺。劳工局表示，台中市最近3年提高工资成长率是10.65%，是6都第2悬。针对产业结构问题，市政府同跨局处合作，协助产业结构升级也是转型，并且办理校园高薪征才活动，改善就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Google 今日宣布启用伫咧邦桥的新办公室 TPKE， 这是 Google 伫咧台湾发展的重要里程碑。Google 台湾总经理林雅峰表示，这代表 Google 把台湾当作是世界当中的重要基点，会继续深化伫台湾的投资，为 AI 甲硬体研发投入更较侪动能，包括着总统蔡英文，也有行政院长陈建仁、AIT 处长孙晓雅，也拢参加启用仪式。今天落成的硬体研发中心，更让台湾成为仅次于美国总部最大的硬体研发基地。Google 对台湾的投资建设，也显示出我们努力提升台湾的竞争力，已经让世界看到台湾，也持续的看好台湾。我们台湾的基础建设也非常的完整，所以事实上这也是美国觉得台湾最具有优势的地方。我们持续一直有释出人才的需求，所以不管是在各种工作上面都有职缺。Google 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外上阶段硬体研发工程基地。邦桥办公室有超过50座的实验室，超过30个国家的工程研发团队会伫遮进行研发。实验室研发领域包括着软硬体测试、无线电通信，甚至是目前上界情的领域 AI 领域。讲到咱台湾的变装红袖 Nivea 参加美国实景表演 RuPaul 变装红袖比赛第16季，以拍出万点位摕到冠军。唔那是这个节目头一个亚洲人得胜，也是头一位台湾人摕到冠军。除了总统蔡英文有介恭喜以外，文化部也讲，Nivea 呢会和台湾的团队做伙去到巴黎参加文化奥运的台湾馆和世界交流。America's next drag superstar is Nymphia Wynn。美国有名的变装实景秀第16季总决赛，由台湾的变装红袖尼菲亚得到冠军。To those who don't feel like they don't belong, just remember to live fearlessly and have courage to live your truth. And Taiwan, this is for you. 展开双手，衫内底黑色鸡龟仔马上互人想到台湾的名产粉圆奶茶，互人食眼目。将金蕉用去服装设计，尼菲亚每一摆出场，整地伪装衫配合优秀演出，欠真侪眼光，成功拍破实景秀的亚洲魔咒，成做第1位得到冠军的台湾人。
我很幸运，就是目前生命中没有一个声音是说你做这个不行，对，所以我觉得谢谢妈妈，就是可以这样一直真的就是很完全支持。第3年半之前接受公司3年来暗顿的这部访问，讲到因展现自我做家己爱做的代志，拢是妈妈秘密的支持。在美国得到冠军了，佮要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的文化好运盛会。巴黎的文化奥运，我们有一个台湾馆嘛，也会邀请尼菲亚来到现场去演出吗？那在这个园区里，目前他只邀请了10几个国家，那台湾也有参与，我们邀请了22个团体，超过120个人进行现场的演出。那其中呢，有一位就是尼菲亚。台湾受邀请伫巴黎文化奥运设台湾馆，会有22个表演团体，110多人参加。尼菲亚也继续展现，不只是台湾之光，也将做是伊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湖三军总病院今仔发生一桩死亡车祸，一名66岁女性要去三总抽火，煞伫咧急诊室头前的车路，互沙石仔车交着抢救有关救无回来。这沙石仔车的驾驶呢，也互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上班，也因为这沙石仔车是为着这病院等咧起新大楼，工程也先暂停配合调查。不想跟家属说什么吗？对不起。媒体伫问沙石车司机，一直讲实的，伊是来湖三总新起的东正大楼通报工程公司请的驾驶。警方调查，伊透早为工地运土沙要去台北港，经过三总急诊室头前，准备去民权东路6段停等对向的救护车。通过了后正弯，好亲像因为视线死角，意外教师来病院抽火，当穿过车路的查某人。双方等到救护车离开过后，两方一启动的时候，司机表示说他没有看到妇人在路边，造成碾压，伤重不治。10点07分已经宣告死亡。到案发现场，看到因为工地时间两边拢无行人会当通过的空间，每条线阁无画掉，有人来病院看病煞意外无命，民众拢感觉真意外。这边当然危险啊，应该还是要顺着这个走。这边在施工，你也没办法走啊。时间累啦，嘿，啊无就是照因规矩，妈妈现在行呢。我知影人家这边施工，我会注意啊。案发了后，三总已经要求工程暂停，保留现场证据，配合检警的调查，并慰问协助家属。绝不会护短啊！我们严格督促落实我们一个公安的管制，承包商跟营造商这部分，我们检讨他们的相关素质。警方对肇事司机测是毋是有啉酒，数值是0。证实了后，专案依照过失致死罪办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这几年特色公园是愈来愈多，未来4年要搁完成150座。不过这公园户外游戏场照规定3年就要检修1摆。机关伫咧接机讲，高雄有21座公园超过3年拢无检验。去年要7件呢囡仔去公园耍器材，出来吊上意外，要求市政府赶紧重视。囡仔一个排队，准备要出流浪，算甲真欢喜。大寮新起的是公园，游具设备真新，但是来看到小港的6林儿童公园，就较咕咕拗拗。有议员就发现，这座公园已经超过5档无复检安全。家长表示讲，常常看到公园游具歹去，游具本地就爱固定检修，囡仔安全是介重要。因为整个有些是落叶啦，还是坏掉的那个东西都没有去修理，这样很危险。还有到市区去也有看到不是我们小港里市区也有。目前高雄市拢总有454座游戏场的公园，议员表示讲，根据通报，这3年来儿童游戏场发生意外人数逐年增加，前年是发生10件，去年有17件，其中7件是甲游具有关系，2件因为游具致死骨断骨背案件。议员检视公务局数据，才发现高雄市有21座儿童游戏场超过3年拢无检验。高雄市政府上早去检修的这个时间点是伫1807年的时阵，这个时间拢已经超过3档的时间啊，不过后边拢无去做重新的复检。高雄市有21处公园未进行检验部分，这个皆属于公园处113年度计划内预计办理检验。针对议员这期21座公园无复检，公园处表示讲，今年完成复检，而且今年建立资料库，统计事故原因，来了解游具的设计甲囡仔使用习惯。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
二是台南有真侪市民去到市政府门口抗议进前，因要求政府着爱开放红内容啊、含磷啊鱼船，会当进入到1.5海里的一个沿岸海域作业。农业局是回应讲，去年试办期间，也是有接到真侪蚵仔卵的通报，讲因的蚵病互挂断去，造成损失真严重。市政府讲会含双方继续协调，希望有双赢局面。市民到市政府门口大声喊口号，有人无奈跪伫咧涂骹顶前，在诉求行用一口饭。市民讲政府一当当9个月袂使出外掠鱼，敢若开放7月到9月才通出去。风台时期出海对因真危险，渔民歹生存。因要求政府爱开放渔船会当进入1.5海里来作业。不过有人指控掠鱼害蚵病扫啊断去，因出面驳回，无证据就禁止，真无合理。即摆甲我讲当9个月袂当入病内底。生活啦，阮是要赚钱啊！讲是讲蚵仔，阮家因挂，阮去甲倒摕物件去甲挂下啦。阮家己就要生活，哪会？起码要甲100%去甲挂下啦。那我们这几个月都不要吃饭了。你要看政府要给我们一个月10万块贴我们嘛，安家费啊，对不对？要贷款啊，要养孙子啊。我们都不要吃饭了。市府本正103年开始禁止红内人啊参渔船进入1.5里内海域作业。去年有试办开放3个月，也毋过煞发生86个蚵病互人挂断，致使蚵农损失严重。农业局指出，虽然即摆有限制渔民袂使伫饲蚵仔海域作业，毋过因嘛是会使去其他海域。乡民有无共声音，因望政府赶紧出面处理。做蚵仔伊有当时用蚵仔用挂的规病了伊有当时损失1-20万啦。机会，甲政府应该来主导这代志，莫讲以后这掠鱼啊，甲这做蚵仔来对立，安尼唔好。示范期间其实有很多的课本还是被割了，那这个部分的话，确实会是有些状况。那如果说要在这个场域里面共存共荣的话，应该是说我们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啊。未来到底敢会开放？农业局回应，主要是要有共识，因按照个参养殖业者甲相关团体讨论，为求这个重新建议做调整。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清华大学正正的校长刘金龙伫2020年过身，在生的时阵呢，伊替台湾培养真侪科技人才，对学术研究有正大的贡献。为着要纪念伊，学校接受联电的赞助，甲本地驻电馆重新整修，而且号名做刘金龙馆，希望予学生有更较好的学习环境，也甲这刘金龙校长的研究精神传承落去。前清华大学校长刘金龙，过去无论是对科技产业，也是学术研究，都付出真侪。原本踮美国教册，后来决心返来台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为台湾教育做出贡献。伊在2020年过身，也是清华大学的前校长贺တင်宏，想起这位前辈，充满尊敬。刘校长的亲切睿智、幽默，很快就赢得了校内外的大家的支持和肯定。刘校长是清华君子的典范。3、2、1，请剪彩。因有联电赞助，学校甲原本驻电馆重新整修，而且重新合作刘金龙馆，也邀请刘金龙夫人到现场见证。我想他在这里的时候，又会对大家讲：我谢谢你们记得我。这个馆呢，不但是美丽好，建筑做得好，而且是纪念他最有意义的事。我对他是非常非常尊敬他，所以我也想多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他是清华大学校长，是很杰出的教育家，我希望说让这个后辈的像这个学子都可以知道，清华一个非常杰出、非常优秀的校长。建筑物的1楼更有展出刘金龙所写的册，以及过去得到国内外各项大奖的记录，希望让后辈熟悉这位台湾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有教室，有研究所、研究室，那当然还有一个纪念的一个小馆。空间呢，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都是给我们老师跟学生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机会。清华大学校长高维元讲，学生会当在这么好的研究环境中学习，除了感谢以外，也期待学生囡仔会当将刘金龙的精神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文化部对去年开始推出鼓励表演艺术台语主流化计划，希望鼓励愈来愈多表演艺术团队用台语来创作。今年总共有118个团体申请，尾也有79个团体通过。评审也表示讲，今年有真侪囡仔剧团来申请，要为着囡仔做台语的戏出，这就是一个补助计划想要鼓励的代志。听到。台顶当日播的是台语版《无上拍虎》，是去年得到文化部补助的台语表演。文化部为着推广台语主流化，有推出补助计划，鼓励表演艺术用母语来演出。今年总共118个团体报名，上尾有79个表演艺术团体通过补助，补助的总金额有5204万。长期驻心伫台语戏出的文剧团，摕到500万补助，因想要做的是利用戏剧向下言推广台语，望用青少年有兴趣的题材，互囡仔陪感觉台语毋是一件遐严肃的代志。咱较早咧做爱情的故事，尤其是咧台语的部分，拢较比较阮想要甲这会使做较轻巧，搁做较戏剧。透过这个故事，透过这个剧情，透过咱演员的扮演，伊嘛是会感觉讲哦，这无遮尔啊困难。担任评审的林慕贤老师表示，今年有真侪囡仔剧团来申请，其中有一寡原本用华语在演出，即马甲同一个戏出改做台语版，这就是补助计划想要鼓励的代志。我印象较深的有真侪即个囡仔剧团哦，比如讲像迄个抓风吹啦吼，伊本来是拢是用华语来演出，即马吼。改做台语版，安尼对推广台语较有帮助。评审林慕贤表示，虽望伫补助计划鼓励之下，台语表演有愈来愈多元的现象，不过目前也是以戏剧较济，望以后亲像搭水果、音乐会、电影等等，大家拢通用台语来表演。伊也认为多元的类型才有法度，互台语的推展更较全面性。未来若通行去到国际舞台，对咱台湾文化的推展是真有帮助。记者刘新武、林旭凯台北报道。讲到台剧的创作形态是愈来愈多元，毋但有电视、动画，甚至有舞台剧。今年文化大学戏剧学系的毕业公演，也要用台语南华语的方式演舞台剧。这戏出的名叫号做《飘》。伫戏内面讨论到同性婚姻、宗教议题，也个面对生死的哲学思考，要用台湾话来讲真侪当代社会需要关注的议题和故事。咱即摆转来的原因嘛是因为台湾会当结婚啊，阮想要转来结婚。无，你讲啥啦？结婚？啊，你想清楚无？厝内小弟跳楼以后，小连续带出阿姊的同情议题和家庭的紧张关系等等。这出戏票是文化大学戏剧学系的毕业公演，今年以台语南华语的方式演出，编剧毋望用上自然的对话来呈现生离死别。我的阿公，伫我当上大学的时阵过身啊。我开始写剧本是想要记录我的家庭的故事，然后我有甲足侪同学啊朋友开讲，嘛听着足侪甲同志有关系的故事。希望大家若是有思念的人，毋管是朋友还是亲人，拢会当想到就赶紧讲。莫等袂赴啊，才来后悔安尼。大学4年的编剧讲家己的台语也无啥练长，在写剧本的时才开始慢慢啊回想厝内人讲台语的困口和感情，才体会到台语真正无简单。另外，因的戏剧指导陈世杰是业主的编剧，伊嘛真支持台湾的囡仔用家己的语言和原创的剧本来讲少年世代关心的议题。想要讲，莫过演遐什物莎士比亚，莫过演遐经典剧本，我就想讲演你家己的故事。这少年呢，因来用台语来演因家己的厝的代志，来讨论因关心的议题。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讲因出里的心声。但世界嘛分享讲，家己是同志的身份，老爸伫去年过身，迄来侪侪心声如何对应着伊的人生故事。今年在指导的时，目屎自然的感动甲连落来，伊嘛毋望招大家做伙来看戏。这出舞台剧飘自4月26至28，会伫台北客家音乐戏剧中心演出，希望大家看了拢会当甲心肝底的爱讲出来。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讲到巴黎奥运特别到啊，这罗浮宫伫礼拜推出伫罗浮宫招标活动，或者游客会当伫咧馆内哪运动哪看展览，体验不同款的感觉。对瑜伽的老师慢慢啊伸展身体，边啊拢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雕塑。伫法国巴黎有名的罗浮宫做瑜伽，敢唔可能？真正会使。为着迎接巴黎奥运，罗浮宫23开始举办第1届伫罗浮宫走的活动，邀请游客伫早起8点到9点开馆进前，做伙来罗浮宫运动。Ce qui était intéressant pour nous d'imaginer, c'était non seulement quelles sont les valeurs que nous, entre la danse et le sport, on a en commun. Donc il y a le partage, il y a le dépassement de soi, il y a toutes ces énergies que les publics vont découvrir. 参加者会伫4个标志性的展厅参加4场课程，逐场10分。游客除了伫采17世纪路易14圣堡雕塑的玛丽中庭做瑜伽，佮会当伫以伊拉克阿斯帝国文化为主题的科萨巴德庭学野蛮者的舞。接落来伫法兰西国王过去的舞厅女唱跳厅跳 disco， 上尾伫中世纪圣堡的壁角下骹用有氧运动替1点钟的活动做结束。La beauté, l'expérience unique, le côté magique et un souvenir que je vais garder avec moi pour toujours. 对4月23到5月31，罗浮宫暗算要办16场伫咧罗浮宫走的活动，逐场会当互30个人参加。同一个时间伫咧馆内嘛展出奥林匹克主义，详细讲19世纪尾奥运出现的过程，和相关的政治历史背景，希望甲体育和文化结合，互大家对要开始的全球运动盛事有更较侪了解。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1度到25度。下个未来3天的气象。第一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